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7月2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8篇，以斯帖记第4章第1节到17节，路加福音第8章22节到2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靠主。人生都有困难，许多时候困难大到我们无法承受，因为我们无法去面对或是处理。这几天我们都谈到了以斯帖王后时期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所面对的困境，因为奸臣只看重自己的利益，想要谋害所有的以色列人。这种情形其实在台湾也正在发生当中。一群亲共匪的立法委员只求自己的利益，不顾台湾国家人民的，不会为这些人谋利。一旦台湾被出卖呢，人民就会如同香港一样，失去自由，甚至失去生命。以斯帖记第4章第1节到17节，经文这样说道：末底改知道了这一切事，非常悲痛，撕裂衣服，披上麻衣，把灰撒在头上，大声痛哭哀嚎，走遍到书珊城，来到王宫的门口，没有进去，因为照规定穿麻衣的人不准进王宫。王的通告无论传到哪一省，那里的犹太人就悲痛哀伤，他们就禁食、哭泣、哀嚎。多数的人披上麻衣，躺在灰里。服侍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把末底改做的事告诉他的时候，他非常难过，就给末底改送了一些衣服去，希望他脱下麻衣。可是末底改不肯接受，于是以斯帖把王指派来服侍他的一个太监哈他格召来，要他对末底改那里查一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是怎样发生的。哈他格到王宫进口的广场见末底改，末底改把发生的事一一的告诉他，并且说哈曼答应，如果把犹太人剿灭了，国库就可以增加一大笔款项。末底改又给他一份在书珊公布的通告，上面有灭绝犹太人的命令。末底改请他把这一份通告交给以斯帖，并且向以斯帖说明情形，要他去见王，向他恳求，为自己的同胞请命。哈他格传达了末底改的要求，以斯帖又派他带话给末底改说，不分男女，无论是谁，没有蒙王的召唤而擅自去见王的，一定会被处死，这是法律。全国上下，无论是王的顾问或是各省的人民都知道，只有一个例外，就是王向那没有蒙召的人伸出金杖，那人就可以免死。可是已经1个月，王没有召见我了。末底改接到以斯帖的消息，就托人给他这样警告：你不要幻想，以为你在王宫里就会比其他的犹太人安全。你在这样的时候不说话，犹太人自会从别处得救援，而你和你的家族必将灭亡。谁知道，也许你被安排做王后，正是为了这个时刻。以斯帖托人转告末底改，你去召集书珊城所有的犹太人，叫他们为我禁食祷告，3天3夜，不吃不喝。我和我的宫女也要照样做。
然后我就去见王。虽然这是违法的，我还是要去。要是我这样做不免一死，我也情愿。于是末底改离开了，照着以斯帖要求他的话去办。末底改、以斯帖和以色列人只能依靠全能的上帝的救赎，别无他法。耶稣与学生在船上，圣经记载了耶稣基督睡着了。虽然突然间他们遇到了大风浪，使得这个船呢快要沉到水里去了。学生们就大喊：老师啊，我们快没命了。我们先不论风浪有多大，耶稣是否真的睡着或是睡沉了，但是门徒忘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耶稣基督是与他们同在的。还好，也就如同圣经的记载，他们在危难的时候就呼叫了耶稣基督。路加福音第8章22节到25节，圣经的经文这样说：有一天，耶稣同门徒上船，对他们说：我们到湖的那边去。他们就出发。船行的时候，耶稣睡着了。忽然有一阵狂风袭击湖面，船灌满了水，非常的危险。门徒就到他的跟前叫醒他，说：老师啊，老师啊，我们快没命了。耶稣醒过来，斥责狂风和大浪，风浪就止息，湖面平静。耶稣问他们：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他们又稀奇又惊骇，彼此说：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他向风浪下命令，风浪也听从他。也如同彼得在海上行走时跌入海里，他就大叫：主啊，救我！诗篇138篇。上主啊，我一心感谢你，我在诸神面前歌颂你，我面向你的圣所下拜，我颂赞你的名，因为你信实有不变的爱，你显明你的名和应许超过一切。我求告的时候，你回答我，你用你的力量鼓励我。上主啊，地上的君王都要颂赞你，因为他们听见了你的应许。他们要歌颂你的作为，颂赞你的大荣耀。上主至尊无上，但他看顾卑微的人，狂傲的人无法在他的面前藏匿。我被患难围困，你却保守我的安全。你击打狂怒的仇敌，用你的力量救了我。你必定成全你对我的应许。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求你完成你亲手开始的工作。求主帮助我们在遇见困难的时候能够坚定的靠主。求主帮助我们来度过人生的困境，能够靠主得胜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